喂，你哋屋企係咪都有啲衫，明明只係着咗一兩季，甚至只係放喺櫃入面一排，攞出嚟就變到黃滋滋，或者腋下嗰位有撻好難睇嘅黃漬，好多人見到咁樣第一時間就係覺得哎呀冇救啦，然後就隨手揼咗佢，再行去商場買返件新嘅。如果你係咁樣做嘅話，真係要同你講聲，你咁樣同敗家仔係冇分別間。喺呢個乜都貴嘅年代，一二百蚊買件衫，幾百蚊買套床單。加加埋埋都係錢。2026年初嘅而家，物價升到咁樣，我哋真係要學識點樣守住自己個荷包。其實呢啲所謂嘅黃漬或者發黑，根本唔需要用到咩貴價化學嘢，亦都唔使揼咗佢。只要你學識今日我教你呢一招，浸佢20分鐘，啲漬就會自動溶晒，件衫好似新嘅一樣。慳翻嚟嗰幾百蚊，去超市買翻幾斤靚菜，買斤牛肉食下，唔好過咩？我哋首先要明白。點解啲衫會發黃？其實好多時係因為我哋啲汗水入面有蛋白質同埋油脂。就算你洗衫嗰陣加咗洗衣粉，如果水溫唔夠或者洗得唔徹底，呢啲油脂就會殘留喺纖維入面。時間耐咗，一氧化就會變黃。尤其是而家好多人去到30幾歲、40幾歲，新陳代謝慢咗，油脂分泌反而多咗，啲衫領位真係好易出事。仲有啊！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嗰啲口水漬、奶漬，放多幾個月，直頭會變到深啡色咁滯。我以前都係咁，見到件心愛嘅白色恤衫變咗陳年老黃，心都痛埋，諗住拎去乾洗店，點知人哋話呢啲漬好難搞，收你幾十蚊都未必整得走。後來我遇到一位做咗30幾年洗衣業嘅老行家，佢話俾我聽。其實只要用啱一件嘢，加埋啱嘅水溫就係咁簡單。呢件神器其實好平嘅，周圍都有得賣，就係過碳酸鈉。你可能聽過碳酸氫鈉，即係梳打粉，但係過碳酸鈉係強勁好多嘅，氧係漂白劑。佢唔同嗰啲陣味好刺鼻嘅漂白水，漂白水會傷衣物纖維，仲會令到啲衫越漂越黃。但個碳酸鈉係靠氧原子去帶走污垢，非常安全。你喺藥房或者生活百貨店買一包都係10幾20蚊，可以用到好多次。好啦，而家教你具體點樣做。舐個盤，先放啲熱水入去。記住呢個水溫好重要，唔可以係凍水，亦都唔好係滾水，最好係攝氏50度到60度左右。即係你手摸落去覺得幾熱，但又未至於會燙傷嗰種程度。點解要呢個溫度？因為過碳酸鈉喺50度左右嘅活性係最強嘅。然後你根據衫嘅份量，落1至2匙羹嘅過碳酸鈉入去，攪勻佢，你會見到開始起一啲細細嘅泡泡，呢啲就係氧氣。跟住你就將件發黃嘅衫、發黑嘅毛巾，甚至係嗰啲變咗色嘅枕頭袋，全部放晒入去浸。呢個過程你完全唔使出力去搓，亦都唔使去刷，你就咁由得佢浸喺度。呢個時候你可以去睇下電視或者去廚房洗下碗，大概浸到20分鐘左右，你就會發現個水變到好渾濁，甚至係黑黑黃黃。咁呢啲就係本來黐喺衫上面嘅污垢。20分鐘之後，你拎出嚟用清水沖乾淨，或者直接放入洗衣機，行一次平時嘅洗滌程序。你攞出嚟嗰陣，一定會嚇親，件衫白到好似閃閃發光咁，真係唔誇張。我記得我以前有一件着咗成5年嘅白色底衫，因為領位太黃，一直都唔敢着出街，只係留翻喺屋企打底。用咗呢個方法浸完之後，件衫真係變返晒白色，連嗰啲陳年汗漬都冇埋。如果你係20零歲嘅後生仔女，啱啱出嚟做嘢要慳錢，呢招一定要學。如果你係50幾歲、60歲嘅家庭主婦，你要管理成家人嘅衣物，呢招更加係你嘅救星。除咗衫之外，呢招對付廚房啲抹手布或者毛巾都係一流。好多時我哋啲抹布用得耐會有一股酸味，就算點洗都洗唔走。其實係因為入面有細菌同油脂。你用呢個20分鐘浸泡法，唔單止可以去黃去黑，仲可以殺埋菌，陣酸味會完全消失晒。我試過幫朋友洗佢嗰對着咗2年已經變到灰灰黑黑嘅帆布鞋，一樣係用呢個方法。浸完出嚟之後，佢問我係咪買咗對新嘅俾佢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係咪所有衫都浸得？呢度要提醒大家，雖然過碳酸鈉好溫和，但係如果你件衫係真絲、羊毛或者係一啲好易褪色嘅深色衫，我就唔建議你浸咁耐，或者你要先喺唔顯眼嘅地方試一試先。但係如果你係對付白色棉質衫、床單、被袋，呢招基本上係無敵嘅。
諗下平時我哋去買套新嘅床單，閒閒地都400-500蚊。如果只係因為個枕頭位有啲黃跡就揼咗佢，真係好浪費。2026年啦，環保同埋慳錢係大趨勢。我哋要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，唔好被嗰啲消費主義洗腦，覺得舊咗就要換。好多嘢其實只要用啱方法，佢嘅壽命可以長好多。我以前有個鄰居，佢真係好敗家，啲衫黃咗少少就話唔要啦，反正都舊。結果每個月買衫都使成千幾2000蚊。後來我教咗佢呢招，佢話而家每個月慳翻落嚟嘅錢都夠佢去食幾餐好嘅，或者留翻嚟同屋企人去旅行。其實生活就係咁樣，好多小智慧就喺我哋身邊。呢個過碳酸鈉嘅方法不單止係洗衫咁簡單，佢係一種生活態度。我哋要學識點樣去愛惜自己擁有嘅嘢。如果你屋企個洗手盆或者浴缸有啲頑固嘅水垢、發黑嘅罅隙，你都可以試下將過碳酸鈉開水噴喺上面或者敷喺上面一陣，一樣會有驚喜。我想再強調一次，個水溫真係關鍵。好多人話我試過唔得好，一問之下，原來佢哋用凍水。凍水係分解唔到嗰啲過碳酸鈉嘅活性成分添，就好似你洗完油鑊用凍水洗同用熱水洗，效果係差天共地。所以記住係50度到60度嘅熱水浸20分鐘。如果啲漬真係好勁，好多年嘅，你可以浸長少少時間，例如半個鐘到1個鐘，但係千祈唔好浸過夜，因為浸太耐反而會傷到纖維，或者令到啲污垢重新沉澱返落去件衫度。仲有一點，如果你洗嘅係一啲有金屬扣或者拉鏈嘅衫，浸嗰陣要留意下，因為雖然過碳酸鈉對大部分金屬都安全，但係如果係一啲質量比較差嘅電鍍金屬，浸太耐可能會變色，所以洗之前最好先檢查一下。大家試諗下，如果你今日學咗呢一招，翻去將屋企櫃桶底嗰幾件黃晒嘅衫攞出嚟，用20分鐘時間賦予佢哋新生命，你唔單止係慳咗錢，你仲會有一種莫名嘅成就感。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動手解決問題係咁有滿足感嘅一件事。喺呢個快節奏嘅社會，我哋好容易習慣咗唔得就換，但其實修補同翻新先係真正嘅美德。我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個20分鐘自動去黃法，真係可以幫到大家。無論你係10幾歲嘅學生哥，想保住對白白淨嘅波鞋，定係70幾歲嘅老人家想慳返啲買慳錢，呢個方法都係非常實用。唔好再做敗家仔啦，由今日開始做個精明嘅家務達人。如果你覺得呢個方法有用，或者你試完之後真係成功救返件心愛嘅衫，記得同身邊嘅親戚朋友分享下，因為好嘢係應該要推廣出去嘅，等大家都可以一齊慳錢，一齊過得更好。2026年嘅日子雖然未必好容易過，但只要我哋有呢啲生活小技巧，日子總可以過得滋潤啲、鬆動啲。講到尾，呢招浸20分鐘，黃漬自動溶晒嘅核心，就係要我哋細心觀察生活，出最有效、最經濟嘅解決方案，慳翻嗰幾百蚊摸塊。唔單止係物質上嘅滿足，更加係對生活品質嘅一種堅持。我哋唔使追求名牌，但一定要乾淨整齊。一件乾乾淨淨無黃漬嘅白恤衫，絕對比一件又皺又黃嘅名牌衫更加令人體面。大家今日翻到屋企，第一件事就係去檢查下個衣櫃，睇下有冇邊件衫係你打算揼但又唔捨得嘅，攞出嚟，跟住我嘅方法，50度熱水加個碳酸鈉，浸20分鐘，你一定會翻嚟多謝我。生活其實好簡單，只要你有心，處處都係智慧。大家一齊努力，將敗家變為興家。由洗好一件衫開始，除咗講洗衫，我仲想分享多一點點關於過碳酸鈉嘅妙用。既然大家都買咗翻嚟，唔好嘥。你屋企個洗衣機其實入面藏住好多我哋睇唔到嘅污垢同細菌。你每隔1-2個月，可以喺洗衣機空機運轉嘅時候加入幾羹過碳酸鈉，用最熱嘅洗滌模式行一次，你會見到個水入面會漂浮出好多好似紫菜咁樣嘅污垢。呢啲就係平時積落嘅洗衣粉殘留同霉菌。洗衣機乾淨咗，洗出嚟嘅衫自然就唔會咁易有異味或者令皮膚敏感。呢個動作出面請人哋洗機都要幾百蚊甚至上千蚊，你自己動手又慳翻一筆。所以話呢一招真係萬能，由洗衫到洗機，由廚房到浴室，只要你識得用，
呢廿零蚊一包嘅嘢，簡直係你全屋最強嘅守護神。我哋喺香港生活，空間又細，嘢又貴，學識呢啲化腐朽為神奇嘅方法，真係生存之道。我再溫馨提示一下，買個碳酸鈉嘅時候，記得睇清楚包裝，唔好買錯咗普通嘅梳打粉。雖然樣差唔多，但係效果係差好遠條。你去到啲化工行或者大型超市嘅清潔用品區，樣係漂白劑，或者直接問有冇個碳酸鈉就得。而家好多網購平台都有得買，非常方便。希望大家聽完我分享之後，今日就開始行動，唔好等啲衫變到無可挽救先嚟諗辦法。預防勝於治療，平時洗衫嗰陣，偶爾加少少入去洗衣機，都可以預防件衫變黃。呢啲就係生活小細節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你係咪已經等唔切要去試下呢？快啲動手啦！睇住啲黃漬慢慢融化嗰一刻，真係好治癒。你會發現，原來做一個唔敗家嘅聰明人，其實係咁簡單、咁快樂，慳返嗰啲錢。今晚買多兩靚叉燒返去加懶，同屋企人一齊開心食一餐，呢啲先至係生活嘛。既然講開慳錢同埋翻新舊嘢，我再教多大家一招。關於白色波鞋嘅，好多男仔或者後生仔女最中意着白鞋，但最怕就係對鞋個邊變黃。如果你用頭先嗰個方法浸，記住對鞋唔好浸太耐，因為鞋底有膠水，熱水浸太耐會開膠。正確做法係用個碳酸鈉開少少熱水變成糊狀，然後用舊牙刷沾啲糊，刷落去變黃嘅地方，再用保鮮紙包住佢，放喺度半個鐘，最後用濕布抹乾淨。咁樣做，你對鞋就唔使怕浸壞，但又可以去到黃漬。呢啲都係我多年嚟實踐出嚟嘅經驗，真係好有用。講翻轉頭，點解我咁強調唔好做敗家仔？係因為我哋呢一代人經歷過好多嘢，知道錢真係唔曳底。2026年的物價指數，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哋要對得住自己辛苦賺翻嚟嘅每一分一毫。如果你學識今日呢一招，一年落嚟，你慳到嘅可能唔止幾百蚊，甚至係幾千蚊。呢啲錢留翻嚟俾小朋友買書，或者俾老人家買營養品，意義大得多。所以唔好再輕易咁樣將發黑發黃嘅嘢掉咗佢啦，俾佢哋一個機會，亦都係俾自己個荷包一個機會。只要你肯試，20分鐘之後你就會見證到奇蹟。呢種變廢為寶嘅感覺，真係會令人上癮。最後我想講嘅係，生活唔一定要奢華，但一定要有智慧。呢個世界冇垃圾，只有放錯咗位置嘅資源。啲變黃嘅衫，只要你識得處理，佢依然係你最好嘅拍檔。希望今日嘅內容對你哋有啟發，等大家都一齊成為生活大師，唔單止慳到錢，仲可以將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。下次再見嗰陣，希望你哋已經救返晒屋企啲舊衫，變得容光煥發。我想問下你，除了洗衣服，你家裏還有什麼東西是想丟掉，但又覺得可惜的嗎？或者你有沒有試過其他的去漬妙招？不妨回去試試這個方法，說不定能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。